厝内若是有幼囡仔的民众，都要注意这个消息。在台南有一个4岁囡仔，昨日因厝内人拢伫咧困觉的时阵，伊家己走去3楼，甲窗仔门开开，佮爬出去露台外口，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是赶紧甲这个囡仔救落来。那交防中心即马嘛要来调查家长感受相关的疏失。专家就建议讲，厝内若是有幼囡仔，民众会当照卫福部安全检查表来改善环境的风险。徛伫阳台外口，一手抱翁仔，一手揪冷气管线。台南永康一个4岁囡仔仔，侧壁中昼趁阿嬷困中昼，偷偷开窗仔变过3楼阳台，结果受困，路人发现赶紧报案。啊是好，你家早讲人厝边有看到吼，大楼人看到，啊紧去报警咯。消防局出动5车11人到场，检破情势，紧急马上破门救人。阿嬷惊车才发现差点出大代志，交防中心接到通报了，启动安置，要调查清楚家长照顾是毋是有疏失。该民宅无人应门，鉴于情况急迫，通知房东与消防人员破门救护。我们就依儿少法56条做紧急安置，后续呢，社工会持续去追踪孩子在安置处所被照顾的状况。台中市去年8月都爆发生一个4岁囡仔仔趁家长咧困为9楼落落去不幸身亡的代志。根据统计，囡仔骨架事故伤害当中，报道除了占47%上济。经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建议家长参考卫福部的托育服务环境安全检核表，检查厝内底是毋是有高风险的所在。阳台高度要110以外，然后不可以有攀爬的横架，会让它爬出去，甚至旁边都不可以放椅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是按照保姆的那个40项来做你的居家评估啦。专家建议墙壁宽度爱比110公分较悬，栏杆的间隔爱比6公分较细，免肯予囡仔用白物件，这样避免囡仔落落去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